咱国内鸡卵的价销一斤已经7块咯。农业部的代理部长就呼吁早顿店加餐饮业者会当来反映成本，加之前起价价销搁来做调整哦。嘛鼓励民众加食一寡国产卵。有立委嘛问讲哦，敢会停止进口鸡卵咧？农业部是强调讲会继续保留甲澳洲的合约来预防欠卵。鸡卵的产地价销佮批发价销连续3届落价，逐台斤累积落7块。产地价销嘛落甲剩无到40块，农业部搁一届呼吁暂停使用用卵的部分管区营养午餐，会当量早来改进。中省国内鸡卵恢复产能，市面上拢是国产卵，深受社会的价销保卫战。农业部表示尊重市场机制，但无乐见继续来了。蛋农已经本身的利润其实蛮微薄了，那继续的下降，其实对蛋农并不好，对消费者也不好，因为当你的鸡蛋继续下跌到某个程度的时候，那蛋农可能就会弃养，那弃养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。那希望营养午餐重新采用国产叶卵，农业部嘛鼓励后端的市场像早顿店，价销嘛当适度来调整，让消费者更较愿意来食国产鸡卵。国内鸡卵产量回稳，是毋是就要来全面停止进口呢？面对在野党立委质询，代理部长陈俊贵讲出肯定的答案是未停止。你113年编了你的进口蛋是1亿多，你现在要不要自己测啊？我不会测的，因为我想未来的12月到1月还有它的风险，所以我们的库存是滚动的。好，我再告诉你啊，部长，农业部表示，目前进口鸡卵合约仍存澳洲，按照规定，若讲咱有需求的时阵，会当伫2礼拜进前来通知澳洲。目前评估11月底到12月，恐惊受到禽流感疫情的影响，绝对袂当看到即马鸡卵平稳的安尼来放心，所以维持安尼合约来准备未来需要。记者林俊梅、贾静林台北报道。